有一个乌托企业者林老板去花莲救灾时阵，卡到上所拢啉咧，想袂到空嘴感染引起败血症，中秋东港不幸归往。国防部顶个月甲海洋蛙兵主力刷去偏湖旧新湾营区，美军特战部队也去偏湖协军。国立平表示，讲继续深化台美军事训练。孟庆馆长讲要甲赖总统斩首示众，赖清德表示，国家无需要受训言论，这次案件重大刑案专责检察官当日侦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有真侪志工拢会去花莲光复岛3天，等日咱呢有人去遐变烂土，想袂到伊人就雄雄倒落去啊，体温竟然有到38度7，甚至有个人伫遐倒片扫时阵会去刮到、擦到，就一个乌托企业者林老板呢救灾时阵呢，伊卡着伤，不过伊拢啉呢，说因为空喙感染引起败血症，中秋东港不幸来过往。总统赖清德等人行去到灵堂，甲伊悼念，感念伊热心帮助别人。日头遮尔大嘛无得惊，入去灾区内清土霾，伫现场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伊。怪手行的业者林丰心，伫花莲大水灾过灯工，就随在机构去现场斗3工，但煞伫中秋节传出歹消息。他在看到那些新闻的时候，就是很不舍光复村的那些人，然后就是直接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去帮忙，很舍不得他这样愿意去做公益啊，结果最后回来却是这样子。对桃园来的林先生来遮做志工斗3工，因为救灾卡着伤，但伊共款继续留下来。伫救援的第8天病情恶化，伊家己去看医生，经过转院了后，伊一到病院就昏迷，落尾空喙感染引发败血症，当中器官衰竭过身。脚踢到铁，发炎，他又忍耐在一直做，做到最后自己受不了了，才停下来。包括总统赖清德、桃园市长张善政，真侪政治人物初7拢到灵堂去悼念，中央地方拢送慰问金过去。赖清德嘛代表国家感谢林先生大爱的精神。只是讲志工斗救灾，煞出现第一件死亡案例。目前灾区的现场嘛，犹原不时传出有人受伤的状况。我说我组织员啊，因为打扫家里啊，那个弄到脏的东西了。接获到民团通报，有一位疑似热伤害的患者送到我们救护站的时候，发现他的体温38度5。真正嘛有志工是连续救灾3天，秃头的时阵熊熊软落去，规身躯是拍甲红，红紧急救治。根据医疗站的现场，还有真侪受伤的患者，呼吸道感染也是肠胃炎，甚至真侪拢是红挂着伤，也是物件拄着伤。红肿热痛的范围有扩大。甚至开始发烧的时候呢，要看看是不是伤口的情况是有感染恶化，还是必须回医疗站或是医院去做一个评估。我也特别请这个卫福部还有县府的卫生局共同的去巡回我们所有的这个医疗的地方，来整合我们的医疗的志工。为了让灾区现场医疗量能会当更加有效来整合，卫福部建议10日进前到的医疗志工会当先去中央协调所来报到，统一指派到服务地点。接落来10日开始，要去的医疗志工需要先伫线顶完成登记，官方才阁照需求来派遣。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协调所整合专业的志工，而且含这台水、台电组成服务团队，立即到花莲的灾区服务受灾户。另外，为着要避免类似的灾害搁再发生，花莲县政府规划特例计划，那阵这救灾工作做到差不多，就要开始进行演练。若讲到这村里内面的广播系统，中央是要求县政府爱伫营案进前完成检查，也个复原。东溪区浅溪面堤边高高沙土，甚至个路边高高一层拢还未乌。伫马太安溪另外一边红林店，也未少住户受灾严重，要对外求援。这2日有将近100个志工来协助。甚至未少志工出钱发包东溪区来协助。目前统计河林受灾户大经理3户、三平里4户、长桥里13户，总共20户。7日开始也有国军进入，配合县府人员甲志工，比例规划去救灾重要地区。不好意思，问一下，你们的店都有人帮你们检查过了吗？查过，现在就是插座那些，插座也是现在都整个会受到。光复地区内水来电状况也搁进一步，中央协调所整合专业志工，各家台水台电共助服务团队进入灾区机动式服务，各其他志工一号巡。都是插座电源卡住啊，巡到就做一点，有巡到就帮忙一点这样。可以开，但是就没有电灯照
刚刚中午也有人来弄临时可以按，但是又很快速度。这摆在前中从江河乡渡境，一摆有共款的灾害，中乡车花莲县府赶紧完成撤离计划，其中传递广播系统列为重要撤离专大工具，都要赶紧检查确认。社区有重要活动，村里长几乎都是透过像这样的广播来通知各住户。不过光复地区传出部分广播有状况，7号中央委请花莲县府在入夜前完成修复。他已经埋在那边，我看他拿起来，没有这个都埋起来，什么拿起来，然后拿去外面他们不知道就把它丢掉了。不过目前有的传理广播平常时有咧用，伫即摆在学当中损毁，煞有传理较少使用甚至放弃。恐惊算起要互系统归废，会加做乡镇县府重要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光复做大水了后，停班停课14天，今仔日当地是恢复正常。当地7间国中小呢也拢登去上课啊。另外内面有安置在面的大正国小，也有警察伫遐看顾。另外受损真严重的光复国中顺利恢复实体上课。若讲到这光复上港呢，是先行这实心上课，按算13登到学校。带囡仔一路送到教室门口，话唔甘放话，哪走哪跳真欢喜。花莲光复做大水了第15天，光复乡7间国中小各正式上课。上课钟声响起，光复地区国中小全面复学。不过大进国小这边同时还收容100位灾民，目前规划呢一左一右隔开教学区与灾民安置区。大进国小有108学生囡仔上课，同时收容176个居民，惊互相干扰。花莲县政府调派少年警察队、妇幼警察队等6个警力到场协助。小孩子已经2个礼拜，他们期待回来学校，虽然那县府跟学校这样做实体的安排，我觉得很适切。在学校有老师在的话，不用担心太多。给我们方便住，这里是可以的。可是我们灾民不要吵闹学生小朋友就好了。统计有11个学生囡仔选择实行上课，好好解说，也是有家长有疑问，也是厝内爱搁变长。好开心哦！啊，遇到同学很开心。另外，光复国中虽然教学区已经复原完成，不过包含电竞馆、脚球场、棒球场拢毁损，初步估计至少要1年才会当重建完成，甚至损失会超过1亿。教学区呢都已经恢复完成，那比较边缘的棒球场啊，还有一些土方要去移动，基本上100%会异地训练，只是学校的部分还没有确定。但是光复上港因为地下室涂刷囤积严重，运动场全毁，水电基础设施要停止。目前到10月13前维持实行上课。在前几天呢就已经开始启动学校这边的一个联系，还有家长这边的联系。那针对孩子的一个上学的一个交通安全呢，也做了非常详细的了解。教育局统计，目前国中小甲幼儿园受灾学生人数是315人，也已经重新批发全套的文具课本，希望让学生囡仔的学习状况袂去耽误着。记者采访报道。针对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调查今仔日伫咧立法院对决。这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接顺这行政院长杜英泰时阵，伊就质疑这中央拢无协助花莲县政府事前撤离事后救灾。那杜英泰也强调讲，这撤离是地方政府爱做的。校方已经开小警报，中央管了还叫警报？难道红色警戒委员就是不管吗？对花莲马太阳溪崩山湖溢大水地灾，国民党团总调鲍昆萁大声质询行政院长杜英泰，这个中央无做好灾情的预防和帮助花莲县政府事前撤离。杜英泰强硬回击：全部中央管的溢流进来，主责机关是谁？撤离不撤离，该清楚不清楚？难怪这几天。全国的人民跟当地的灾民都觉得地方政府不存在了，也不应该把灾民对你的气发在部长的身上。鲍昆萁引用农业部土石流和大规模崩塌洪灾疏散规定，一个点名，各部会首长起来问，各对8月中的时间序开始救济，嘛不满救灾进度，各一摆和杜英泰开始小让。所有的部分，政府让人民来救灾，不要再敲桌子，不要政府人民来救灾，不要再敲桌子，非常的难过。
我们竟然有这样的院长，您不是难过灾民的生命，你是难过你的政治生命了。两个人无人要扭大细声是超过1点钟。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指出，在访会内面有讲到救灾时阵放谣言有相关法则，现在因爱更加坚定来澄清谣言。要拜托行政院要更积极的态度来协助地方的辟谣，因为重建之路非常漫长。如果说在救灾当急之下，还是用这种造谣的方式来满足个人的政治倾向，我觉得我们的司法单位应该要全面主动的侦办，这个是维护工作人员的尊严，重要是维护整个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保困局表示讲，希望另外提特别条例来因应花莲灾后的复原。对云台强调讲，行政院是开放的态度，只要条约有共识，拢会当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咧光复乡设置服务平台，要互民众会当直接申请补助。内政部也表示讲，会主动去到灾民处内面做查访协助申请。中央认定包含这光复、凤林也个万盈呢，拢是这灾区范围，只要徛家伫红色警戒范围内面，拢会当申请。无伫咧范围内，若准有饮水或者是有人带，经过村长顶人认定，也是会当申请的。伫电信据点外口一大堆人，灾民拢来到这，排队要申请中央发放的慰助金。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我们等一下，因为我们其实8点才开张啦。中央设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初期是正式启用，除了受理灾民申请35万的慰助金，亲像厝水、水电减免再申请，买当1摆做费用。包括可能旅宿的安排，或者是要复工的贷款，或水电的减免，或是一些租金的减免，还有一些相关农会的救助服务，可以在这里全部完成。虽然这条补助确实有一寡帮助，但受灾户嘛讲，因的损失是唔难安尼尔。另外，中央的发放作业和花莲县政府发现金无同，是该用汇款的。有这35万就会改善了。谢应急不够了，我那整个篱笆什么都冲毁了，门窗啦，或是不是比较大型的，可能就没办法。35万绝对不太够。我们是要用汇款的，因为我们的金额比较大一点点哈，我们怕大家拿回去会危险啊。这些灾民的证件含假金铺啊，拢伫咧这场大水内面无去。伫申请补助之前，共款嘛是爱甲文件保护齐全，才当核对身份。中央港部出动一间查，帮助受灾户伫厝清领。在3到4天内把它给比对完吼，然后就会让卫福部尽速再确认跟拨款，所有事情会尽量赶在10月12号以前完成。中央列的灾区的范围是包括有光复地区7个村1837户，含凤林镇、万盈乡的一寡邻里，但是相关的受灾标准爱安怎认定，阁是对一寡人是会当来申请的。红色范围内里面的名册都有，那红色范围以外的，它有淹水的事实，有居住的事实。村长签名，我们这个慰助金就会发放。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回应讲，只要居民的徛家是逢规伫红色警戒的范围，住户拢会当来清领。但是若无伫伫警戒范围，毋过有饮水含居住事实，经过村长、村干事认定签名，灾民嘛会当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流感疫情进入到流行期，一礼拜内就医人数超过15万人次，而且顶礼拜也增加16个死亡个案，其中上细汉敢若5岁，对发病10天了后就来过身。另外讲到这公费流感疫苗10月初1开始注，目前有注流感疫苗人数超过106万人，也那这新冠疫苗呢，也有29万人去注，这2个注射的人数呢，拢出现了历史新高。流感疫情进入流行期，顶礼拜门诊急诊人数超过15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增加1成3，而且敢若顶礼拜就加出来16个流感重症死亡个案，其中上细汉的是一位5岁查某囡仔，平常时身体健康，无注过流感疫苗，到月中确诊 A 型流感，然后就开始烧甲真厉害，烧甲唔知人，检查发现有严重的脑水肿，月底不幸过身，发病到过身敢若10天。16例的流感重症的死亡个案，好，那年龄是未满10岁到80多岁之间，大部分的话是没有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目前公费流感疫苗注射的人数超过106万人次，新冠疫苗也有29万人次，两个注射的人数拢创下历史的新高，显示民众防疫的意识提高。不过最近也传出离谱的拍唔到剂量的代志，疾管署指出，捌接到民众卡1922投诉，讲有医疗院所甲一剂拍做半剂，对象是2岁囡仔，检注给家长真烦恼。卫生局会做视情况来做相关的一些裁处啦。这几年大概都是打1剂了，就是流感疫苗大概都是打1剂。这个个案，它可能是某种原因，那就打了半剂，那造成民众的不舒服。另外，疾管署也提醒，肠仔病毒的疫情嘛是需要注意，因为到大有婴仔肠仔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个案是南部一个还未满过婴仔，出事敢若4天就开始发烧，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已经出院。累计今年全台出现17个肠仔病毒重症，其中8个死亡，创下6天来的同期新高。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高雄凤山有一间维修店接到一台电池碰起来，病房讲要来修理，也未修理就导火烧起来啊！业者也提醒讲咧，民众伫咧使用3C 产品的时阵，上好是唔通充电使用。那发现讲这产品变甲烧烫烫，碰起来佫有臭味，真有可能是这电池出问题，就要赶紧送去修理。等咧修理的巨型 iPad 放伫桌顶，熊熊爆炸导火，场面惊险。这是伫高雄凤山一间3C 维修店，原因是电池碰起冻伤久，互平板烧起来。虽然不是点头问题，不过业者也是甲消费者协商做出补偿。因为有一些是放在机车车厢，相对的温度会高，那有可能你在骑车的时候震一直震，它是不是这样挤一直挤？那它来又刚好又到一个室内温度，可能一直剧烈的变换之下。它可能就自己烧起来了。维修业者表示，老化关温拢会互电池碰起来，若佫地着，佫较会导火烧起来。提醒民众若发现电池无正常过热，外壳离开或者是有怪味，爱赶紧送修。手机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闻到有一点类似化学的味道飘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电池已经在损坏的过程检查。若出现耗损碰起来有安全记录，维修店头要拆的时阵，当时有导火风险，因为你电池导火意外常常听到，部分民众也开始特别注意使用安全。所以要睡觉之前就把它拔起来。对，隔天没电再拿回去插就好。不要放在那种太阳底下之类的，太热。除了唔通规暗充电，或者是放伫高温淡湿环境，也有人换来充电，换来使用。3C 业者指出这是歹习惯，因为手机同时充电佮放电，会增加电池耗损的几率。另外，电池比10%较低才充电，充饱就袂掉，用起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一名姓吴的查甫人，去年6月去到宝山乡台积电 F20厂原口，想要偷进这高压电缆去卖钱，却引起电箱爆炸。这个查甫人吊伤昏迷，当地放掠到。专案呢，咧新竹地方法院审理终结，该判刑5个月。另外，南投一决潭台21线要路顶的电缆去防偷剪，乡公所当咧修复，警方也当咧追查嫌犯。在决定伫新竹宝山的 F20厂区要在施工当中，去年6月，一个姓武的查甫人到遮，想要偷电线臂，想要到无成功，佮当场引起爆炸被掠。再现新竹地县审理终结，姓武的查甫人被依照炸凶器毁坏安全设备窃盗未遂罪，判刑5个月，并一扣罚金15万。该电箱平时是上锁的，也不可能无故的触电。那被告在触电之后，还在负伤的情况之下进行驾车离开，而认定他是行窃者。况且现场还没有其他的人。伫南投县溪地乡第21线通向日月潭方向，最近民众发现，伫55公里的所在有将近2公里的车路，暗时路顶全部拢未倒，经过这时暗疏疏。不少民众最近夜间行经台21线55公里处往日月潭方向呢，发现都漆黑一片原来是电缆线被偷剪了。而公所赶紧启动修复之后呢，也把新修的部分漆成了黄色，以供识别。那边的光线都不明亮，晚上开车那边大家的行驶速度又快。
迄伫市区甲大安川路段附近下街无济，暗过一暝了后，也是未少车进出日月潭风景区，因为道路弯曲加上无路灯，车速毋敢行过紧。乡公所表示，被破坏电线差不多600公尺，9月底开始请厂商分段来修好。铁管包括电线拢捡走去。这次公所又用家己的这个自备款将近51万外的这个工程款来拜托到咱的厂商，甲咱维修维护路顶修理工程按算10月底前能完成。乡公所未来除了加强巡检，也将新修的管线拆线险的缩水，杜绝互人偷去卖。警方目前已经调监视器，搁清查伫安进口甲资源回收厂，专着追查这个贼偷。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台北捷运进前发生旅客优先式的纠纷事件，春卡甲富林人站的查甫乘客，昨伫网络顶头表示，已经提早去到台北捷运警察队做笔录，也针对着这届风波来回实的。自身的想法就是，我并没有说要把他踹出内伤，我只是希望他能远离我，不要再靠近我，并且告诉他，就是我警告他，我就是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为着珠宝这出卡公站，台北捷运优先式纠纷的主角25岁查某人出来讲经过，伊强调讲翕的人毋是伊的朋友，影片还有真侪无翕到的所在，伊家己无要教育啥是替谁来发声。挑战就是所谓的老人或者是厌老，我觉得都是没有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网络上比较误会我的地方。伊完全无想讲要主动来惹纷争，嘛无想要变作关注的焦点。查甫人初六伫 IG 的行动表示讲，已经到捷运警察局去完成笔录，而且为着惊动社会的关注，甲大家来回实的。捷运警察局讲，所有搜证的内容会移交予管区的台东分局，再照社会法来裁处。另外，8月9月初一开始，破坏做改做优先式，9月捷运警察处理的优先式的纠纷拢总3件。初七下晡毋是尖峰时间，观察邦南线对南港展览馆站到市府站，优先式差不多拢无人坐，人较侪的时阵，去坐是以看起来较侪回民众为主。真的很累的话，可能还是会做，对。那如果说真的有比我更需要的人的话，再让给他。我坐一般的，我不坐优先席。都坐一般。对对对，免得麻烦。让不让就是自由行政啊，也没有必要因为没让就被抓出来骂。消基会交通委员李克聪指出讲，对破坏做改做优先式，新增加其他有实际需要的人会当坐，真侪民众可能认为讲有需要就会当去坐，所以颠倒唔知影讲让予有需要的人，这是设置的基本精神。那高龄者如果看到有人做的话，他也很难分辨他是不是有需要的人，就会产生一些争端。李克聪认为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全部为拢当作是优先式，就算无标示，看到比你更较需要坐的人，拢爱有让的概念。伊认为讲，这嘛是即马正需要去推广和建立的公共运输文化。记者综合报道。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两车侦测营俗称海量蛙兵，本地驻守在金门，不过国防部顶个月已经把这主力刷去偏湖旧心湾营区，美军的特战部队也去到偏湖协训，引起关注。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会继续深化台美军事训练，拢是照正常流程在进行的。海量水鬼仔兵穿好势，照顺序落水演练渗透任务。这是国军精强的部队，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两车侦察营，本来驻守金门，伫台海上前线抵御强军威胁。不过，国军战略部署有重大调整，海量水鬼仔兵的主力9月已经为金门移防偏湖，连美军特战部队嘛无去金门，改伫偏湖协训国军。海龙蛙兵移防这个。澎湖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依照我们防卫作战任务的需求，所必须进行要的一个部队的调整。那至于还没有关双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我想都会依照相关的一个正常流程来进行。共军如果要侵略台湾，澎湖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在这一个区域的反登陆作战是非常重要。目前陆军两车营驻守偏湖旧心湾营区，也加台中港，也是海军陆战队的两车侦察大队，分别驻守北部的台北港、德维渔港，也加南部的安平港、中央军港，共同协防强军为台湾北中南上可能登陆的地点。
国军强化反定了作战，反制中国军事扩张。国防部初发布查到中国歼16、歼轰7，空警500点各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拢总23台出海，其中17台超过中线界的延伸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配合强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严密应对。记者采访报道。孟庆馆长陈志汉进前伫咧网络直播，呛讲要甲总统赖清德斩首示众，引起批评。赖总统今表示讲，这受训的言论对国家是无好处。那民众党的黄国昌是强调，馆长讲话拢无站实。不过新北地检署已经把这个案件交予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去侦办了。美国保守派意见领袖塞斯顿访问台湾，专访总统赖清德。针对台海的冲突，赖总统讲，若是台湾方并吞，中国有更较侪气力和美国扯平，所以希望伫两岸关系会当继续得到美国总统川普支持。If he is able to convince Xi Jinping to permanently renounce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President Trump will surely win the Nobel Peace Prize. 台湾处境艰难，赖总统对外强调讲，台湾有决心保护家己的国家。对来说，受到孟庆馆长陈志汉伫直播公开呛声。赖总统伫初七头一届回应讲，这款受训的言论对国家无帮助。把赖清德的狗头斩下来，兄弟啊，爱弹友啊！真的，我日子也失，夜也失啊。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发表仇恨的言论，甚至诉诸暴力。我从政以来，不贪不取，每天都认真工作。馆长的斩首言论，行政院长窦永泰嘛讲，法律爱提出应该有的制裁。馆长的好朋友黄国昌是出来讲好话，伊讲馆长讲话无站实，不过伊无做歹代。我也请求馆长能够记得，当年他被枪击的时候，法律是怎么在保护他的。今天他用这种方式。他也会知道，法律必须对他提出应该有的制裁。那你说这个人，通常有时候直播的时候嘴巴很坏，但是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做什么违法乱纪的坏事？从来没有过了。经政府回应讲，馆长言论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刑事局已经主动收集煽动暴力的言论事情，报称检察官指挥侦办，新北检已经收案，签分他日案调查，交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后续会传馆长来做笔录。但志汉伫咧直播的时阵讲，伊会发言叫人切头切尾，嘛正是伫要互约谈。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连假结束啊，受到这超微和 OpenAI 达成 AI 晶片供应协议，这台积电的 ADR 估计车价头一届超过美金300块，离岛消息呢带动台股拜二开盘冲到27000点，收伫咧27211点，起450点。那台积电呢收伫咧1435块，起35块。连假结束，台股开盘再度延续抢悬的态势，以超过27000点开出，盘中一度来到上悬27298点，大起超过500点，冠达股台积电盘中继续搁再创纪录，一时阵来到1440块，起40块。和台股的气势再起。昨天又传出说 OpenAI 跟 AMD 做更紧密的合作，那就代表的是其实对于 AI 发展前景的一个乐观的看法没有改变。那这激励了美股在纳斯达克跟 S&P 500昨天就再创历史新高。那同一时间台股的台积电 ADR 在昨天交易时间也进一步上涨，这都是让今天台股开盘大涨的原因。专家讲，最近只要是 AI 概念股，拢有变强的状况。若阵即寡推塞大盘抢权的大型电子冠特股，背后起价因素无改变，台股有可能会搁再抢权。不过台股虽然强稳，台湾劳动市场的减班休困的人数却持续在抢权。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今年9月底减班休困的人超过8500人，比顶期加1000人。面对股市热薪水冷的现象，学者警告讲，这种热度若无实际的支持力，恐惊是非理性反应的掉头。我们的传产呢，目前的表现呢是相当的一个低迷哦，而且呢，近期的未来
可能也是无解。政府呢，在这个采纳一些经济政策不能只看整个总体的这个数据要分别呢针对不同的这个产业他们目前遭遇到的这种情况呢来做这个区别。国内传统产业甲高科技半导体产业好歹的差别直直咧扩大，加上美国对顶关税影响，传统产业制造业短期来看无转机，订单少无成价，这款困境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台币关税影响，目前国内有8000外员工减班休困。劳动部最近推出着劳工国再充电计划，鼓励企业伫这段时间为这员工举办教育训练，有86间企业500外劳工参加。受美国关税冲击影响，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全台拢总有398间的厂商，8000多名员工实施减班休困，其中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就310间，占通报人数的9成。伫咧这段减班休困的期间，劳动部也推出来劳工搁再充电计划，目前已经有86间的企业500外劳工参加。减班期间，劳工去上课也会当请训练津贴，每点钟190块。为着要鼓励搁较侪人参加，劳动部也放零规定，对每个人开班办0到1个人也会当开课。因为我们之前限制5个人才能办训嘛，有一些企业跟我们反映说，他们有一些是轮班啊，没有办法说，同时5个人在一起受训，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放宽这个限制。劳动部强调，企业无订单爱劳工减班休困的期间，若是有办充电计划、教育训练的钱，也会当向政府申请，上悬补助350万。因应美国关税对台湾劳工的影响，除了劳工再充电计划、劳工就业通计划、甲雇用安定措施，其中雇用安定措施受到减班休困的影响，符合条件的劳工，每人每个月上悬会当领12100块的补贴，但是劳团认为钱伤少。有的劳工伊本来就是领最低工资，咱即马雇佣安定措施的减班休息，嘛规定讲你上加就是爱领这最低工资，所以原本就是领最低工资的这群的这劳工，伊可能就无阁有这减班休息相关的这空间。劳动部回应相关的政策，拢是希望帮助劳工伫咧减班的期间有稳定的收入，也趁机会提升专业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协助国内企业提升人力资源，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记者陈选林凯台北报道。福尔摩沙卫星8号是台湾头一个家己做卫星星系，拢总有8粒的光学遥测卫星。头一粒的按算在今年第4季发射上太空。总统赖清德早起表示，讲这粒卫星号名做“坐北林卫星”，就是希望会当亲像坐导演同款，透过镜头，互世界看到台湾。经过3任计划主持人接力主持，克服关键设计审查，组装含环境测试这关卡，好为8号星系第一粒卫星要启动去到美国来做发射。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形容讲，就亲像辛苦栽培的博士班学生要离开，唔敢但希望伊出头天。福卫8号它传承了福卫5号的经验，我们决定用8颗的卫星构成星系，可以达到每日在访。含好的5号比起来，好的8号的解析度更较悬，而且以星系的方式来运作，互代表取向是更较尖嘛，更较明。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强调讲，84派的关键元件拢是台湾家己研制、开发、制造、组装。这个推进器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的产业界进来，还有做我们推进器的燃料。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感念导演谢碧林在生的时阵是以空翕的影像来记录台湾，用镜头来呈现山南的变迁。福巴的第一粒卫星，总统赖清德改号做谢碧林卫星。谢碧林的妈妈、太太和因囝谢丁环拢在现场见证。这个命名让我父亲的精神跟视野延续到了太空了。这其实不像是一种单纯的荣耀而已，它更是一种责任的传承。借此提升人民生活福祉，更强化国家韧性，让我们能够积极应对气候变迁以及地缘政治的挑战。
一个伫咧泽北林卫星箱顶员签名，官学三建作为见证台湾伫太空科技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太空中心表示讲，泽北林卫星暗算今年第4季的升空，预计2031年前后完成部署，台港3摆通过台湾，广泛应用伫防灾、国安、农业和环境监测，而且支援学术研究，持续守护台湾，关照世界。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5是双十节，有3天的连假。气象署也讲，对明仔载开始呢，在台湾东边水汽淡薄仔增加，北部甲东部地区会受到东北季风变强影响，开始落雨。北部地区呢，温度会变较冷挂，变较凉挂。这气象署也提醒讲，这2天啊呢是满过大流，沿海地区含离岛就要注意这海水倒激的情形。中秋连假了后，过来就是双十的连假。气象署表示，伫日本南平有一个风台下凉，虽然讲对台湾无啥影响，毋过受风台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变强，拜3到拜4水汽会增加，台北甲东部有可能出现短暂雨，温度也会小可降低。那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会使台湾附近的风场在大环境之下是一个东北风的情形，尤其明后2天的东北风是较为明显的，所以这样子的风向呢，会为我们迎风面的地区带来一些水汽，也会造成一些就是有一点凉的空气来到台湾的北部附近。这礼拜5就是双十，气象署嘛讲，拜5开始风台渐渐向日本去，对台湾的影响就会降低。所以拜5的时是济云到好天，受高压影响，也要注意降温，加补充水分。雨量并不大，下雨的时间也是比较偏向短暂的，所以大致上还是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偏向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我们在中南部还有其他山区的部分，则是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午后雷阵雨发展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降雨的情形并不多，时间也不长。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这段时间是年度大流的期间，台中以北的沿海和离岛的海边啊，水位会较悬。爱注意，有可能有海水倒激，部分地势较低的所在，也有可能会出现淹水。有打算要去海边仔的民众，爱细腻，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屏东爆出这乌心猪肠的事件，有180公斤卖去屏东的河城市场，而且大头啊拢卖了咯。这几天呢，这市场的大头啊，含一寡有用到猪肠的店家，拢提出来源证明，希望消费者安心。目前这件事件，卫生局也搁伫咧调查。市政署公布的资料，屏东河城市一位姓区的店头卖出大约180公斤用滚药水漂白的猪肠。代志发生了后，民众心惊惊。河城市内，无论是来提货的店头，也是市场内底的摊，只好家己准备来源证明。若是互人客安心，嘛是准备卫生局的检查。我们是跟餐厅做交易买卖、做采购啊。那你一定要有证明来源出处，我们证明说我们交付的食材是合法合格，对嘛？来源头嘛。餐厅贴出来之后，他们要溯源，卫生局要去溯源，才能找到。河城市的店头真无奈，这名社区的猪肠拢是卖一般民众较济，因单也无甲伊提货。不过新闻一出来，敢若村边商是合作的店头，因为搁爱做生意才有交关，也无一般民众拢无啥敢买。卤味啊，那个热炒店啊，或是菜饭啊，看伊是要炒还要油啊。对啊，我得当初卡都大家啊。本局呼吁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并遵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以维护消费者饮食卫生安全。屏东县卫生局表示，这几天已经针对市场、餐厅扩大检查，目前统计查验45间，拢有符合规定，会阁继续加强抽验。卫生局提醒民众买物件时，食品的色水若含原底差伤济，就要提高警觉，减少去买到违规食品的机会。若感觉怪怪，嘛会使使用滚水加滚几摆。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高雄美浓大峡谷小连续发生这农地偷挖事件，高雄市长陈其迈今日咧议会做市政报告时阵，提出要修正土石风管理驻地条例，增加 GPS 的处罚，也要设立公办公营的土资场。不过，调机关即期讲，这高雄市目前欠缺土方再利用的机制，公办的土资场唔通为着要赶紧就凊彩做。
新三大奇景哪三大？大树光电鬼剃头。因为高雄小连续发生几落件农地头过头倒废土的代志，有议员提出来批评市长陈其迈，讲这是市府失职，无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而且无一个完善的土方再利用机制，才互咱的土地成做一款模样。议员表示，高雄拢总有12间合法的土资场，不过有在调处理废土的干那2间，无论是规模还是处理量，拢无够应付需求。高雄市目前的填埋空间剩余39万立方公尺，所以就等于说到2029年核准下来的量，我们只有1/5能够处理。因为有当时不为观众的土地伊嘛需要一寡迄个较好的土啊，地下室土唔是拢歹呢。议员即期工地挖起来建筑废土，无所在通去通好处理，落尾就会演变做乱倒偷盗的现象。但其迈表示，中基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再去屯海造地，不过这部分尚无爱搁等2年，目前会先协调台糖设3大公办公营的土资场来应急，同时嘛爱甲土方管理处理条例重新修订好较严，标准定好较清楚咧，对源头的管理监督开始做起，才会当避免违法进行。这地会当坑，地袂当坑。过去咱高雄市这个定无清楚，全台湾定清楚的管区无侪，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自治条例的修法里面把它讲清楚。除了土石处理的细节规定以外，但其迈强调，修法了后会增加 GPS 的处罚规定，所有车拢爱到 GPS 对源头到掩埋场拢会当即时追踪，只要有违规载棍，就会当即时发现处理。记者郭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讲到这个拜五，就是双十节啦。公司在期待呢，有缘伫咧早起9点的时阵，由我家豪也个上营带咱观众朋友来到总统府口前现场台记转播。啊，若讲到今年这双十宴会呢，头一届是办伫咧南投，县政府除了规划这轿车、乌托邦停车区以外，也伫咧南投草屯民间安排6大的交通车接送区。国庆宴会初10暗8点开始办，会伫南投市马路溪边。南投县府提出交通管制计划，伫主会场周边的道路，10月初10中到12点会开始交通管制。即马市区已经挂出各种禁止进级的管制看板。南投县府讲，东港、国三、南投交流道嘛会封起来，会场周边东到东明路、北到中华路、南到周树路、玉路路、红米路袂当行。完了路就是咱的迄个高速公路桥下有一个观赏点在会展中心的后边有一个灯会时咱有迄个花海区迄嘛是一个观赏点啊，过来的北边即咱的迄个中澳路之前嘛有一个观赏点，总共有4个观赏点啦这个部分拢是高滩地内底因为管制范围宽，南投县府建议外地民众坐免费的接送车，真侪所在拢有接送站，也若塞车的民众嘛建议停较远咧，坐接送车到会场周边，才行入去观赏区。总共有6条路线，让外地的游客来停车，然后再搭乘我们的接驳车到会场。那另外在地的民众建议可以骑机车到我们的主持路到这个观赏区黄路，到时候我们也会有封路做这个机车停放。南投县政府表示，国庆宴会专长40分钟，分做12个主题，也首创7彩水幕宴会，大约会放43885粒，总数是最近10年来上济。南投县府也规划市集、庆祝乐园、舞台，希望吸引人丁去南投观光。记者陈欣怡南投报道。来看婚姻轮配，照安客家庄在中秋暝拢有打马火游庄的传统，民众举这火把设庄头，代表保护家园。这个活动伫今年1月已经订入做婚姻关的民俗活动，昨暗的举办受证仪式，希望这个无形文化资产会当继续流传落去。村民手举家己做的火把，对温庄的队伍咧行。过去婚林农村，现在因为族群未合，开垦土地抢水源，或者是预防贼仔、强盗的侵扰，村民拢会举火把巡视保护家园。不过，这款的风俗目前敢若村轮配水便头，总显示伫每一年中秋暝也有咧办。感谢庄的人拢会当说讲认同这个文化大家参与才有是环境会稳定才有法度通过这个不一样文化发展。人工就是讲爱较热心来参与这个活动。
云林县府文管处表示，中秋暝这个活动是为民国45年开始，伫个西里、二轮啊、轮陪农村的聚落，逐年拢会办。村民举火把对新明夜巡示警，不过目前敢若剩轮陪水便头中显示，还阁保留这个传统。今年1月份，县府正式公告订立做云林县的民俗。上届原始的这个地方的村庄的防卫转化到即马这个宗教的意义，我感觉这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特殊的一个民俗活动，所以也当定了做咱云林县高雄的民俗文化资产。文管处这边协助我们这个委员会，我们的这个重县市的复兴保存它的相关后续包含出版，还有整个如何在活动上面的推广。文管处表示，轮陪照安客庄迎暗景这个民俗是由庙方的保存者家己主办，无论是家己做火把、村民更新桥在咧示景等等，拢保留传统的形式甲模样。透过初6中秋暝受证的仪式，希望这项地方传统的民俗，未来会有更较侪人来参与甲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溪口的美南村、甲美北村，较早居民拢练武人师，不过即马人口拢化这传统的柑仔西镇，当着传统的传承的危机。这地方的创新协会成立青年培训团，招在地少年囡仔，要来保留这个百年传统。在整个少年囡仔下课吃饱了后，就要来开始做西镇的训练。因是嘉义县溪口乡最后一团的柑仔西团，为了要来保存这个地方的基地，在地地方创新协会成立培训团，专门教少年囡仔来学。我是会希望可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因为就是毕竟我们村落还是需要一个凝结的力量。头开始我捌带囡仔去庙表演遐老母仔看，真个会长老看，因看看他们有说过一句话。这囡仔听过留咧50班，可以延续个50年。柑仔西是以前溪口轮舞的农民，因的时阵练的西镇，这当中阁有结合传统的武术，在地地方创新协会为7年前就开始投入柑仔西镇的训练，找人来教西镇的功夫，希望延续地方的传统。即马大家庄头内底囡仔少啦，人啊少，人口流失，所以无像以前遐侪人伫内底，要保留落来，真正是爱讲内底吼，咱庄内才会偷人啦。因爱足认真去考的，一遍我拢练1-2点钟哦，免让因安尼辛苦来练，让因有一个表演的舞台，透过这个舞台，让因有一种成就感，佮建立起对咱对这个民俗技艺的传承有自信。协会理事长表示，溪口17个村，即村因阁有咧练习西镇。目前除了在庄的囡仔有咧练习以外，嘛阁有别庄的人来学，希望透过西镇的培训，能够保存在地技艺，嘛，互少年囡仔来认捌故乡的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市电影馆结合今年的高雄电影节，找5位高雄在地画师，重启较早手工画电影看板功夫，举办特展，隆重展出500家高雄有牵连的作品，要带大家来看英国老高雄手工画电影看板的黄金年代。对拍底上色到最后时个，甲以早手画电影看板的灯丝彰显伫大家眼前。高雄电影馆结合今年的电影节，举办年度特展，那找来8位高雄在地手画看板艺术翕纪录片，佮有邀请5位画师彰显因的手艺。然后小介手画看板的灯丝，佮要带大家来看老高雄戏院的黄金年代。开始对个许三路老师开始问，问了后伊就讲，其实佮有差不多7、8个艺术拢伫个高雄也佮伊画。你也是叫因重新来个画图，会使重新打较早迄种看板到处戏院拢有迄种情景，重新过来复原。戏院愈来愈少，为电影看板这个行业也对咧稀微，真侪当初的老艺师拢陆续转图走找新的出路。不过，搁较安怎找，嘛拢是甲画图艺术有关系。今年已经81岁詹清田老师讲，伊15岁学师下，18岁出师开始趁钱，想到以前的日子，无论艰苦还是快乐，即阵想起来拢存怀念。去你台北去迄阵，打去迄阵吼，爱含人参加出去吊看板啦、落看板啦，半汤西啊个。哦，迄阵较忝。我当时候在当学徒的时候，上好的迄个就是讲哦，看电影免钱，那是最大的福利。我们很多人、很多戏院我们都有认识。这张手画电影看板切切起鼓，会配合电影节的活动登到月底。现场除了展示老艺术的作品以外，还有真侪甲以早戏院相关的趣味活动，民众会当做回来感受老高雄的电影黄金年代。
记者柯家祖、柯昭阳、郭永昌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有3位是伫咧美国加州大学假册学者，表扬因对量子力学的贡献。今年3位得奖的是英国学者克拉克、美国学者马丁尼斯和法国学者德沃雷，因成功实验伫咧晶片顶头展现量子物理的实际运用，透过手掌心遐尼大的系统呢，用电路实验来证明着量子力学的特色，用目睭就会当家具体表现出来，也因为不办这巴西最高法院甲前总统波索纳罗定罪，7月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巴西一寡产品呢扣上悬50%的天发性关税，而且制裁真侪名巴西高级官员。巴西政府今日表示讲，因为总统罗拉和美国总统川普有讲电话30分钟，气氛真好，而且这罗拉佮甲川要求讲，莫甲巴西另外扣关税，而且提及双方11月伫咧马来西亚的东协峰会来见面。美国甲巴西的关系这几个月，因为巴西最高法院对前总统波索纳罗审判和定罪，那个上街，川普7月宣布对巴西提出上悬50%关税，受冲击是巴西牛肉、咖啡甲部分工业产品，为10%基本关税被贴加40%。那巴西其实美国本土市场也受害。根据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数据，8月份美国都市的平均咖啡价销每磅8.872美金，相当代表270块左右，创45年来上悬。美巴两国关系因为一通电话可能出现转机。巴西政府表示，找到巴西总统卢拉甲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半点钟通话。卢拉在电话中请求川普取消对巴西40%关税，各解除对巴西官员的制裁。事后，川普在社群平台表示，通话气氛真好。巴西副总统甚至佫讲，双方的气氛比预期要佫较好。Rediscutido, mas foi uma conversa boa, descontraída, proveitosa, longa, foram 30 minutos. Nós estamos muito otimistas aí que vamos avançar para o ganha-ganha, né? O win-win. Are you considering coming to Brazil for a COP? At some point I would, and he's going to come here. We talked about that. 根据美国政府数据，美国2004年对巴西有68亿美金的贸易顺差，出口比进口较多。川普对巴西关税是触发巴西对波索纳罗所谓的政治打击。卢拉对美国态度也不正强硬，无愿意点头，佫不可能被美国压霸。Esse país tem lei, esse país tem regra, e esse país tem dono chamado povo brasileiro. Portanto,Dei palpite na sua vida e não na nossa. 同款北的关税立场，尖锋相对的美国甲加拿大，即马各加一新的贸易问题爱化解。因为川普宣布11月1开始，美国要对进口中重型卡车扣15%关税，这会对美国盟友加拿大甲墨西哥造成压力，尤其是占美国重型卡车进口72%的墨西哥。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按算在7次访问北京，重型卡车关税也是美加双方会谈的焦点。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气候变迁影响到全世界，这印度红茶产地大景岭因为热大雨做大水，当地伫咧崩山，上无有24个人死亡。另外，西藏境内圣母峰对测试开始有着暴风雪，造成一个人死亡，要到1000名爬山客掉伫内面。根据着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讲已经甲350人撤离到安全的所在，也有联络到其他200名游客开始等咧撤离啊。大水一直冲其中一个桥墩，予大水冲倒，造成另外道路断去。印度东部山区有名红茶产地大景岭大水河造成灾害，也有山崩，瓦山壁面体也因为土石流为山坎顶悬冲落来，直接灌入去徛起内底，造成后壁全毁，面体受损严重。印度军方甲救援人员马上去搜救，找找可能被困在土石下开失踪者。啊，毋过这场雨为9月一直落到7，佫增加救灾难度。इसमें हमारा पूरा गांव ये ऊपर का लैंडस्लाइड होके पूरा हमारा 20-21 गांव पूरा चला गया है। अभी इस घर में 7 डेड बॉडी मिला। इस घर में पूरा गेस्ट आदमी आया था, वो सभी गेस्ट आदमी को ये लैंडस्लाइड लेके गया था।
另外，中国11黄金周是爬山进入圣母峰的大会，不过很奇的暴风雪为初七暗时就开始了，造成将近1000人受困伫西藏境内圣母峰东边，海拔差不多4900公尺悬的各处营地。西藏消防人员已经成功引导350人撤离到当地小镇，加其他200人联络到，就开始撤离。These are probably not climbers that are attempting Everest. There'll be trekkers and people like that. People could die of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up there, AMS. So it is a really serious situation if people get trapped at that altitude. Local yak herders, Tibetans, have gone up with the yaks and the ponies to try and help. I mean, it'd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vehicles up there. There are no snow ploughs. They'll have to wait till the snow melts. So it's all hands to the deck, so to speak. Locals helping out. 领队他们对这个困难估计也是不够，包括一些 Plan B 啊，后备一些计划。确实，正常10月份对于我们南方来说，就是还是30度左右的。那下雪，包括本地人10年的话都没有这么大。原本10月就是爬圣母峰上好的时间，海拔爬山专家讲，伫青藏高原即摆有手机啊信号，伫爬山进前应先了解天气预报。不过因为气候变迁加重各种无法度预测的天气变化，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咱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